隨住經濟逐步復甦，加上一簽多行政策推動之下，直接刺激本港零售市場。今次向各位推介嘅物業係位於中環和安里8至12號和安樓1樓 A 至 C 號，物業建築面積約3800平方尺，擁有特大窗戶及獨立樓梯，具廣告效益，極為搶眼。同街設有唔同類型餐廳，晉級消費人流。物業內部間隔方正，柱位極少，實用空間更多。另外備有來去水及洗手間，亦設有電梯可達，適合唔同類型行業經營，絕對能提升物業價值。今次推介嘅物業鄰近蘭桂坊蘇豪區及中環商業區，附近一帶酒吧及商店林立，屬區內飲食及娛樂消費嘅集中地。物業同時鄰近大館、娛樂行及中環街市等著名商業及文化地標，佔盡地理優勢。響交通方面，從物業步行至香港站及中環站只需數分鐘，非常便利，有助帶動人流。想了解更多呢個物業嘅詳情，歡迎隨時聯絡美聯工商鋪。